做一下要数级的就卤一辈子哦。哦，是空间寂寞，总是大家都有数级这个小空间可以躲避这种必须面对面的场合。现在没有了数级，这种无话可说的中进反而被撕裂的风格了。哦，快点说什么呀，不催我！你不是见我一功吗？哦，重点，但这些阿宅完全想不到话题，堂堂脱口秀的祝词念，居然面临词穷的状况啊！如果可以 Google 的话，太尴尬了，好想躲进数学的世界里啊！可恶，怎么个有什么偏偏？哎，热热，不接一下数据吗？还有啦，不见面蛮有名啊。你家会被爸抱吧？你死去哪了？想分手吗？有头不够大。宝贝，你这样可不行哦。男女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互相理解。做一下要数级的就卤一辈子哦。可恶，要是这个时候用数给就前功尽弃了。可是剃头哦，很想发剃头文哈，给。哦，是剃头哥，好想发剃头文啊！可恶，大家都无踪于踪吧？已经过了黄金30秒了，这可能是我这8年来唯一一次能够摆正的 KP 啊！我才要被错过了。哇，好想画动态啊，应该更新不少吧？到底过了多久了？我待不下去了。我们还是先这样了。剪刀石头布，要不要把家伙和是外说要走出去吧啊？毛条带第2只数给哈。没有过更没，我到底要怎么走到目的地呀？可恶，没路唔错骗啦！唔記得諗辦法啦，你真是被騙啦！對的，一共450元呢。450元，我要手機的不？來我手機，我沒有帶錢。我在哪呀？你忘記我这个不要充了啊！俺根本一家菜，不能吃肉丝炒饭。这个点错了，也不是不能吃了。阿布也很辛苦，毕竟没有视频。大哥，我要点到大家都点到我都不要吃了，我就把这个点外送可以了吧？他拿了，太输了，解封了！喂，宝贝，你进来，就不要添饭了，不要生气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订4份披萨。